关这个金华城的弊案，阁有议员来压料，讲郭文特市政府是伫个2022年的10月18来核发到金华城的建造，但是郭市府甲金华城的子公司签协议的时间是伫同一年的11月，也就是讲先来发这个建造，再来签协议。议员甘书培来批评，讲这根本就是先来写钱，再来画目标。啊，都发局是回应讲，是时间写唔到去。工程顺利。金华城动工，当时的台北市长郭文特亲身出席，边啊，阁有维京集团的主席沈庆京。这个时间点就是台北市府核发金华城建造的加长工。原本已经互人质疑是连线骗通关，今麦阁发现台北市府甲金华城签协议书，竟然是伫咧核发建造了后。应该要先签立，他才能够拿到建造。为什么可以先上车后补票？如果我们建造给了金华城不愿意回馈给台北市民的时候，那怎么办呢？原来核发建造的日期是181年10月18号，不过协议书签订的日期却是同一年的11月初6，互人质疑讲是先写钱才来画白。都发局的回应是时间写唔对，生效的日期是10月初6，不是先互建造才签协议书。不过这个讲法，议员是无要接受。合约书不会误质的，误质也要有人出来负行政责任啊。他们已经说得很清楚，他们在狡辩。10月6号只是核发公文的日期而已，并不是生效日。生效日一定是以合约签署的当下为准。因为都发局在这个时候啊，诚实是最好的上策。议员点出，就算讲真正是时间写唔对，不过10月才签协议书，12月才通过容易核准，哪会10月就会当核发建造？质疑是无合规定。加上当时的都发局长黄景无传出郭文特收到金华城订正了后，下令限期11天爱完成任务。种种的疑点出现，嘛，互各界拢想要问讲，到底真正是公文的时间错误，也是郭市府和金华城一条好行的路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